姐妹再一次的跟大家说声父亲节快乐。感谢神的带领，在一个5月、6月，甚至于到7月，这个疫情daya wasadwana layar na marigagalajan na sajurung ay cuaca kinaman你干嘛诺命？爱做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除了怕确诊，我们除了怕死亡，应该最大的压力在父亲来讲是钱的问题。因为只要休息7天，那么7天乘以2000，14000就没有了。1个月又很快过去，水费、电费。小孩子的所有费用，家里的米油，这些都因为那个安安努的乌马马嘎嘎的，那个努马个呀gitu dah benai dari cuaca kinasi babuan， 所以我们是白人啊，所以我要说，身为父亲的你们真的辛苦了。都说不出话来，为什么你们都默默无言？他说阿道努那么不呀的要ini ka udadan ini ka macenglau， 又是这样的天，当然呀们，jika dia menamakan这个老bayan， 我们能体会这样的痛苦，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妇女，就是要做一个坚强的妈妈。常常祷告，常常为你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出去工作能够平安的回来。那今天做信息的要就是你把这个神的管教与祝福呀，我的父亲，你要知道神的管教与祝福。所以sini kilibak怎么tarai jua tulu kata kisenai apina lungruban tai jua takinai kacawanan。上一周我的在希伯来书来看见信心者的脚踪，来给我们打气。所以itu pasu sangat salaman dadun izoi jua beci kima在tai jua tahu izua jua tiama jua mata rusa kinai cemkelan dayau izua nama salu tatsmas azama sanidad kinai cemkelan kina juguan dayau ini kan nama salu tatsmas。这个做了一项的研究，比较在做那么萨鲁达兹马斯和那么萨鲁的2个家族写成的一本书，这是一个真实的，所以他们追踪待做200年的时间以来，做其他但得要那么萨鲁和那么萨鲁给来怎么个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荧幕上，最短蓝色的部分就是有信仰的家庭，最短黄色的部分就是没有信仰的家庭，做出来的一个评估表，一个值得让我们改变、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在我们的家庭。蓝色的部分就是总人口数，比如说1394人，所以这有信仰的家庭，他们的家叫做爱德华兹家族。这个旁边黄色的部分呢，总人口数有903人。我们先来看看有信仰的爱转家族，他们在这200年当中的记录，大学教授伊说曼呆呆，大学校长曼达布鲁卡多马斯班，做律师就是专门审判的，伊说曼比抓布鲁，做法官有30个人，做规上有60人，作家有60人，牧师、神学家有300位。所有数字中，牧师跟神学家的数据是最高的。那么3基因，伊说马丢鲁，做副总统。在这个家族中有一位产生。我们再来看看做黄色的部分，没有信仰的做给那种格兰的名字叫做马克尤克斯的家族。做给那种格兰在这200年的整个的记录跟调查，流氓有310位，坐牢13年以上的有130位，杀人犯有7位，酒徒100位，小偷有60位，
爱做妓女，伊说待在萨曼西巴部落啊，走走，爱做啊，北贝嘎做商人的要有20位，其中有在监狱里面学会经商的基督徒多玛善专门达布鲁。所以这个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差别里面，我们看见呆主啊，亚玛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上一座迪玛杜在黄色的部分，这个有马克尤克斯的这个伊博美杜主来转蓝色部分的这个爱德华兹，他就讲说：阿苏基纳山路主啊的耶稣，我永远不会信迪玛杜。经过200年的证实，这个永远不会相信耶稣的那个家族，他的结果跟蓝色部分的结果是这么大的差别。那我们再来看是你巴格拉信仰的背后，伊说马上穆山而达给多瑞。爱主啊，是你大人两马多达来样，第一颗就是向上和爱的种子。还是你大人每马在带着，今天怎么个人多，今天少乱那怎么？是个一做一做很多有名的医生、教授，还有大学校长。第二个，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名望的爱传 W 两马九？他们种下了第二颗就是敬畏的种子那把阿来多兹马斯，那基叔叔打兹马斯，所以爱说呢，第八班你马上带出今天怎么个来的要，干嘛你们家嘛就爱说家族，就算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这是敬畏神的一个家，也就是爱德华家庭的要。下一组今天怎么个来？爱主娘们对打黄色，但边那从个手里，马克尤克斯的家族有那么多的流氓，有那么多的小偷，如这个这个爱主那个努萨鲁安也给了我们那什么样的该下苦都爱主今天从个来呀，马克尤克斯的这个家族的要，他们的教育里面缺少了敬畏2个字。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爱说的该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爱说的今天怎么样？努能干努的爸爸的bangan，多的卡伊努lian，的萨苏班，的巴阿兰的什么？我的那么呀，就在这黄色的部分，也就是像马克思尤克斯的家，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独白。那个心理独白就是老天爷算什么，我才是最大的，没有我不敢做的呀。可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这就是他们天然之别请查理巴丹带着一个书的报告。那么大多数的人得有大概一做第一呢，马个抽草kemajikan的是爱做的时候kata kiliba isha kuda rawa sa pichul mama kata sembuh da sa pichul itu ta kina chau wan da yau sika hanma azwa sini buklang no ejun mama na itu sarwan makaya pachachapin kata itu 能量的通路。我们一定要插电，我们才能够开灯。我们一定要插电连接我们的手机，我们才能够通话。同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插对地方，你插对了像马可斯的这个家庭的话，那么就完蛋了，会产生很大的一些联想。所以爱主与软盖呢老爹买得主，生命的源头不同的话，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点点差不多但是差很多。你看看刚才的蓝色跟黄色的家族的一个对比的就是很大的差别。那么爱主，我要再跟大家分享，格里汉牧师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爱主主持人 Gibada Demajo Maiducu 从来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这位格里汉他怎么回里汉牧师？他立即回答：终于到了，我可以松一口气
如果你是与耶稣连结的人，你是属耶稣的人，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信耶稣的人，但是我们的关系不一定跟上帝有连结，我们的生命不一定可以很肯定的说我相信这一位神。所以埃索的格里汉牧师Manu di malu nangakan, taku si rakan, taku si kini ma不长啊那样，可以完全卸下所有的重担压力。你们想要到那个地方吗？我很想，真的我很想，所以我很努力去寻找神。我很努力，因为我已经找到了那一个秘诀，我找到了通往那条路。就像格里汉牧师，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没有过分的确信，他知道他是往天堂的路上。我有把握自己现在正走在往天堂的路，圣灵告诉我，我是走在正道上。除此之外，我不能多说什么，但我打定主意要继续走下去，直到终点。亲爱的爸爸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那米比除了点，我就是来到教会，我是玩真的，我不是玩假的。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就是要敬畏他。我来到神的面前，我一定要得到那个祝福。那样说，上帝就会亲近你，上帝就会为你开路。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很明白的讲，我们又忘了呀。为什么？我们又忘了呀！一定前面一段心里我盖，我们再回头到希伯来书的12章开头，他就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一起来。因此，既然有一大群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见证了信心的生活，就让我们除掉所有拖累我们的重负，尤其是那极易令我们跌倒的罪，让我们坚韧地奔跑上帝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一直注视着耶稣，他是得胜者，开启我们的信心，也成全我们的信心，因为喜乐在前面等着他，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现在他坐在上帝的宝座旁边那尊贵的座位上，想一想他如何忍受罪人种种启示，你们就不会疲倦灰心了。毕竟你们跟罪搏斗，还没有达到付出生命的地步。所以跟随耶稣有那么难吗？难是因为你来到教会，但是耶稣没有在你心里面。难是因为我要做服事，但是如果有耶稣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困难。今天本来不应该是我在这里证道，因为我早早就有报名以瑞大家末观营，在今天是最后一天。但是呢，我就一直想，神啊，好像有什么事，所以我钱没有缴，然后我就一直等待。我知道会长他在紧张，也会有压力，我能体会，所以我就一直跟神祷告说，Cemas, nusuwarong tubiuma dan wagen ini ka takura le chokubai ka kita jalan tai cui bairang啊参加末观营，那么你就指示我，哎呀个。一直到礼拜4的早上，我才问带出地方就承办人员，我想要问你，现在的人数够了吗？因为他讲说，玉美你没有到，我们就办不成了呀。我是那一位最后一位，我离开的话，他们所有的饭店什么都订好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很有压力。但是我就告诉神说，我干嘛要有压力？你说孙子嘛，阿玛那古摩鲁古了。就是最后一天，我都可以被神来差遣使用那个，所以我们真正完成是礼拜4礼拜5早上，我们在西山读经的时候，我们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好吧，我留下来，那么哀错啊正道的部分我来回。那牧师的正道大概在礼拜1的时候就已经拿给会长，我一直知道
反正一边是我女追嘛，在给不生生给跟他们干嘛大搞 ，no， 因为哎呀，怎么我就在这里，所以我是一边准备一边等候另外一边。结果在礼拜5的早上，他回答说：“感谢神，上帝给我们足够的人选了，唯一可惜的你没有参加呀。”我说没关系，我想，哎呀，那等不了。所以我在礼拜5的时候，整个整装准备买花去找字，把它弄好。我想应该跟他给阿达等马高古沙拉沙拉。为什么？会长目前的状况，副会长目前的状况，大家都分散。那我就说，我现在是最健康，我现在要为主做工，哎呀梗。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为什么他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希伯来书里面都是在谈到这些有与信心。我们知道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有与信心，亚伯的这个献祭赢得上帝的应许，有与信心，以诺得以不死。马萨萨罗安埃传的挪亚的要没有见到世上听从上帝的这个警告，他就造了一条方舟，什么巴鲁来传的挪亚的要埃祖啊的阿姆拉罕马萨萨罗安你妈就多什么喂你妈就离开这个本国。我要告诉各位，亚伯拉罕这位伟大的信心英雄的要。他看那么大绿点度，实在叫人真的脚步你妈就那么样多是哪个少女？1、2、1、2。如果你左边，人家在右边，那就不对，那就是要对齐。所以我们的信仰要跟谁对齐？要跟那个带领我们的玛纳干嘛干嘛一丢盖，玛纳达芝麻斯，玛纳新高难了芝麻上，30高难你妈就。如果有一个人不对齐，你一定会跌倒。埃做阿布玛萨当，他不会去找那些群体的，因为群体它有力量，它有生命，它有权柄在其中。但是这个群体你就容易跌倒，为什么？你听不到旁边人的祷告的声音，因为你听不到别人呼吸的声音是对耶稣。所以埃做的亚伯拉罕，我告诉各位，考古学家呢已经挖掘出埃做的亚伯拉罕。他的故乡乌尔那个几间房间里面，都是你想象不到的非常先进的舒适的房子。埃及的亚伯拉罕赶那就不塞神告诉他，外国外国是单做是伊那那呀，拜什么等于比利人啊，这个差别的你们就76岁以后，他以帐篷为家，然后埃及的亚伯拉罕离开了他原本十分舒适的2层楼的楼房。这是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埃及亚伯拉罕在乌尔的家，那里面发现有暖气，有自来水。埃及的亚伯拉罕只为了听从神的吩咐，他想象。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房子盖在那个海边，然后海边那边是一个非常温馨又舒适，然后一座中央暖气的空调的房子，神却对你说，他希望你离开你的亲戚朋友，往后的一生都要在山上搭帐篷为家的情景。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真的照做了？因着信心，将来有一天，我们终将要和他在一起，享受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接着，马萨萨鲁安，埃及的沙拉，以高龄无论给他查比来你妈就，马盖那波那你妈就，马萨萨鲁安，埃及的雅各。Ka burungan di maju, makanya tumpusan di maju sa izuan na paala alay tatsmas, sungguh-sungguh tatsmas. Masa saluan, 埃及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7天，城墙倒塌。由于信心，埃及的妓女拉合，因为她友善的接待了探子，
由于信心，约瑟跟摩西、大卫、撒母耳，还有所有的众先知，都是因为信心造就了一切。各位爸爸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很想向他们学习他们一样呢？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是有这份决心，想要认识想要知道来做他们都做啥乱。所以哎，注意嘛，你们又忘了，哎呀，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骂你们大门，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哎呀，妈呀，人们。Maya semangat di多少心里堕入呢？这么是胆损，你要去注意听，你要去感受你的心里，哎，这个不对，哎，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身为一个父亲，我看到一个穿迷你裙的小姐，我的心就蹦蹦跳，哎，这个不行。其实我的先生以前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如果见到小姐穿迷你裙，他就一直看，一直看，你不要笑他是。很木讷呀，我的话很喜欢看美腿，很可惜我的美腿有疮疤了。我说你尽量看没关系反正我在你身边啊。我感谢神，他永远不轻看上帝的管教。其实我跟我先生这一段期间来讲，这6年的岁月，上帝带领我们，因为有苦难，所以我们2个人在祷告中成为更好的夫妻。因为我虽然在楼上在灵修，但是我一下来的时候，把我灵修的感动带到楼下。我的天使格鲁在外面晒衣服，进来一下，进来一下，他经常都被我这个惊动的太太被叫进来。胡木代啊，坐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发现。爱照顾这个，我逼住了；爱照顾沙乱，我逼住了。为什么2个人祷告跟1个人祷告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我们为谁祷告？那是什么？那不是出于我，那是出于神。所以各位妈妈们、各位姐妹们，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先生成为一个看重主的管教的先生。那首先我们自己，你说真的如果我们的先生有的是大男人型，有的是属于自我型的，但是没有关系，在这其中里面，谁跟我们同工？上帝跟我们同工。所以no kan macam macam no da cekan no boleh macam cuma ai cukai na cuma sebenarnya maya polisi makanya cekan anak-anak 不要灰心，爱主该那怎么行嘛着？所以心里给你把那怎么一定要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呀。他没有讲说反手收纳的女子嘞，上帝都是看重儿子嘞。所以各位爸爸们，各位弟兄们，你们是收纳的儿子，那当然我们也是被收纳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新约时代里面没有分男女，凡相信的人，凡寻求神的人上帝写凡那个字是包括了整个，是全部，不是只有谁，只要愿意的人都会被神来管教。还有一个重要的秘诀是在最后，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哎呀，这句话 nukana magaji na kialin nukana macam-macam jen ui kai kama lu ibu ai chua ibu jintu chuanga pasangan了。为什么？有手机，我不想跟你讲话，我就玩了我的手机但是有人愿意从内心里面讲出神的话，你就要注意听，有耳就要听。他不会说一些败坏你的话，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对你的家庭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后面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当然杜鲁印，你身为一个爸爸，你也会管教啊。就像我是阿嬷了，我也会管教我的孙子孙女。为什么？不对就是要管教，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要管教他。最后呢，我们的第2段经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各位弟兄们，你不要以为只要我快乐那一夜生下了这个孩子不痛不痒，我告诉你，
从此以后，当你的太太怀孕了，生下孩子以后，不要认为那个孩子是你的，是谁的？是上帝的产业。所怀胎的是他所给的产式。是你爸爸那这么，不是你努力，你只是想要玩的那一夜而已。可是，在后面是上帝给你这孩子，所以你不可以随便没有经过神的允许，不明白、不理解的随便打小孩。你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打我的小孩？出于爱吗？这个爱在哪里？你要了解。做一个爸爸要做一个智慧的人。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影片，这影片里面我在收集的时候，我自己先感动过了，因为我发现有在做一个称职的爸爸的人呢，他的孩子纵然还很小，他就会说了多少万多干嘛。是个爱做是你为了这么单位真的打那得要打产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那你要怎么保护？你一定要进步，你一定要学习。就像baik sunat dimatukun, baik sunat mama muaki inuman, baik maganda kalim taitsua cumai marga bagui， 你一定要付出。那baik sunat mama muaki dan， 你一定会想说，那那个希望我跟那baik amadu， udah kenapa kalba atau kucing kalau marga kuana kayak sun。我记得我的父亲是一个猎人，他每一次有的时候从上面下来，有的时候他从那边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只要我爸爸从这一条路下来的时候是打到山猪，我的爸爸从那一边比那里乌兰来的时候，这个皮带 S 腰带里面都是那个巴格莱亚鸟，那些捕鸟。为什么我喜欢吃那些鸟？自己会烤。因为我很爱吃山蚕，我的爸爸也很努力来去打猎，所以我能够想象这个勇士的心。他们姑妈丽有的时候，我的妈妈没有办法吃那个已经很臭的。那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能体会一个猎人那么辛苦，可能5天6天没有去看他啥，卡奇安拜马布干啊。来过，ini kata oleh dia maju， kacun dia maju pasal umat pakelang， 这是证据，这是我的努力，这是我的付出。从马生生带做卡奇安，semua orang大家秀气来做卡奇安，上古卡最啊嘛噶的，那是要多少的能量？所以我爸爸带回来，纵使臭了，我怎么处理？把出那个蛋一个样啊，我拿起木头，快点做什么烤起来以后味道就没有，然后撕一小块一小块，拌辣椒、拌葱姜、大蒜，炒一炒，又是一道非常好吃的。我的爸爸当然都在看啊，这女儿实际上我可以不用料理，但是我为了要珍惜我的父亲所做的，为这个女儿、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纵使再臭，我还是吃得下，因为只要料理得好就可以。所以各位爸爸们，各位年轻的父亲们，少年时你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我这一次在31号跟恩惠陪伴做全省明年度的射箭的这个选拔赛，要选出社会组4男，社会组男子组4男4女。我很单纯啊，反正就去就对了，陪伴。结果我到那边的时候，把出那个，麻了的这把个啦，什么那个臭臭，我安排我样，那个姿势就1等1了啦。然后一射的时候，整个靶心的环线最多就在红线那个地方第2个圈，就看，哇，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我跟恩惠来这里干什么？我要跟马必来他们。看人家早晚赶那比出来个，然后把助你就把你上场的时候，照样很安定的去射这个射箭。我就想说，对呀，这个就是信心。就像礼拜6的时候，没有人，我们看错时间，manu puji hang， baca tu ayat dan makan， 我们要不要去？讲那个，我已经准备好了那鬼。
那个准备好很重要。为什么？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拦阻你的信心。阿妹吗？我就说走回来，我快点洗个脸就跟他去了。没他们那么说，快要9点，你告走，一波三年新鲜的黄家明。哎怒，你是不是看错呀？你把他们的是德文的课文型。哎呀，已经改时间了啦，31号礼拜天了呀。可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们赚到了3个小时1对1老师的教导，老师自己带把，老师把生生的按妈说稻草的人啊，那个叫什么？榻榻米，对，古巴萨新印。纱布给你们那么多，自己要做。如果你不相信，在新教会要往楼梯，那就是我们的把位，我跟先生一起做的。因为回来的时候那个剑要修理，老师就说：“请问大姐，你们什么时候要练？”我说：“随时练回。”那么积极的那个，要做就把它做好啊！我把沙沙音的古纳是那个把位，然后我去买那个画架。随时就可以走到天涯海角，带着剑带着把就可以玩了。我就想这样子，所以那个老师看见我的信心，我想要学会，我的孩子也能够马盖迪曼就平安的来学习。我们现在不看成绩如何，我们现在看的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到位。我跟女儿的心是这样，所以谈到射箭。我自己不会，我开始射箭的时候，老师教我一些秘诀跟方法。然后你要看来，我哪里看都看不懂，随便乱射。结果那个严承仁啊，那个你们那个文件站的那个原民会的主委哈，处长，他因为他开箭嘛，第1箭的时候射中靶心，第2因为他主持人，第1箭射中叫做偶然。第2箭射中，那再看看了呀。第3箭如果再射中原来的靶位，这叫做有实力的人了呀。我听进去了这句话，我告诉我自己，也许我不会射箭，但是我要像射出去的箭，第1次叫偶然，第2次叫做必然，第3次叫做我是有实力的信心者。各位爸爸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这是男人的声音嘛？有没有信心？哦，对，那个是日本精神，不错。好，最后呢，爱出努嘎达，伊说在那么大做台湾的有阿妹诺阿孙，其实不万孙多安娜，其实不万孙的地方啊，一个孙那路那么等，一个孙那路3的印度，这个男孩子是软瞎子，不会，为什么？你是一个箭袋充满的人。你看我们牧师跟师母多快乐那一天，有基督的生命是什么？箭袋充满的人。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都主阿导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一起用主的话语来勉励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求主耶稣爱主啊呀，从根根到阿拉阿来，ulah nama kaya jama dona pupicul, ulah nama kaya lagi tanus tanusun asma bakra asaka no baik jama jo pasa eno anga kipusun sengan ulina benara ijo kina caba-caba namanya to utulinya madu aijo yongsu umani kina parut kumani kina bakan no mata-mata jama jo ala alai teman lingau jama jo aso kina izwana kirmo cara kecaga zo kadunangan to rakacan jama jo no benakra jama jo no baik jama jo asma gado aki inuman aki cuhu abai kakarin to rusikabano to kina cemgelan Bobicul na benara yamadu. Sa itu jamna mabaya-bayan. Ulai kamna masam bura-ura utun sekelan. Ulam na mabana takana mana to kisamuna. Sanya usaraji inuri aki sararakan tonya sekel. Numaya tazwa mana makai mna rimindel tonya kinai te evan dan sunat cemas.
Mali-mali sama supapujikan dan menababayan tujuh Adam. Israel namai tujuh niya salingan. Anyang kisna ya tahunnya baru tay comarkannya cengkem kelawa nanai. Sakana kumlang dia madua pasusanga sedanusun isupabai tu kina usau kina salingan ya madu. Aisu dia mena cau-cau uri maburungaman, uri maurag, uri masupirang ay cuanya kina cawa-cawan. Lagwa asana kita mai deo tanusun uri na pupicura paralaw tanga. Namanya tay cua tubu-tubung sini paladarat ay cua bakra uri na mapelu paralaw saka kate sidengan nekano na 变成钝的剑，而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剑。Sa Yesu mani-mani ayang kena malama ipabaranggan sa pagkatasungadan kakilingan natin Yesu Kristo. Amen. 现在这个时候有见证，一个线上的见证是蒋中佑长老，今天他不在台北，可能接受颁奖哈。另外我们要来实体的以追传奇的那个要来见证他的父亲。我很感谢神，我的姑姑跟我们都是因为父亲是一个来给上木来聊的什么，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成功的人，但是我们要可夸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教导我们的父亲怎么走上帝这条路会比较轻省。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呆处我的父亲先来看呆处底下蒋中佑，不是这一边，蒋中佑长老的，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见证。一年一度的父亲节。Malibali ada kamay talibabaw at kapilingan natin Yesu Kristo. Malibali na makayo tinana suliban sa kamalibali ay masimasay kiyukay at imusi ay siya makadya kamang ay siya makadyabitir ka makawanalay. 父亲节快乐！ Lamana sepuluhan tua bisul, sepuluhan tua kiribat, sepuluhan tua sulibatan, sepuluhan tua pabagaw tamawaan wa semas. Lamana marbarema tutswa adawa pinitian tua mana marba tua ja kama sinayan. Sakamali puniji pinyamekan tua ichwa jikang awi makayakan imaza Semarang tuan kiriba kini kama kaibana ni mazai kasawan. Di kama sini polak di majuka minggu sunyi, pai ka minggu cisanyi, mana binekan di maju mazai kasawan dayang. Iswa manusia ketika tabulung alai, iswa manusia ketika membayar manusia, iswa jalan laka alai ketika dayau, iswa mana tabulung katu manusia markala kini kamanga. Sekarang kam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本征召至海外打战。那第所属王大地曼就对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寿专员，拜那第三所求地曼就给木山的要，那第三的要给木山。 sa kisang churu kisang chichuji imazai churu kyu kai dayao saka menimari aicha di kama dayao ka kerja nama kati jahanam mana tino dinga menana tani maju ayanga chakwala kamadusano kipaura no marutsu no sekabri sinaya ni maju janaman tamana putarba ni maju pakisamula papundi janaman uwi angatan aichwa situruan ni kaman na 非常的严格的要
ini kamanu na makilang tu ay chua situan ni maju tanama pagkalakadang tu ayangan teori ki pauranga ki sakawalilanga ki nekano kasidwana tu kinilangan sinaya tanama na madusa markaka saka Pajamati aja semas tina bukit suri timaju makai timaju amasan choro amasan shisuji saka kakakadia naman tulu naman aja midama ainuri tapi tulu toa kaina semas namayatan temu timaju tu timu nama kakwala timu nama rawitir maka kiliba-libaku palayu tuan kakak aja burung maya sang mawara-wara tua ini karena muasy aiwan pakibarai mutamarkan witir matuso manaru ini makaya madu mengua munamarka kakak marau tir sinai jana mensaka Pajamati mahasiswa tua sikipu sensengan kiliba ni kama makilantu nakisamula timaju tua nakipasoso tua sematayau ayana kilibat, ayana koran, ayana situlu-tulu tanaman sika nama kaya isang arabat sa tanaman na madusa magkaka saka malimali kikama malimali kilibat kanikama 虽然很早的嘛都过世的瓜，上帝给他了很多的恩典，上帝给他了很多影响。因为5分钟吧，可能受时间的关系，他给我就是这样子。那如果后续的话，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安坡部落。azwa sini ay mudan idon kala nga pasama sa itanoman na ya manana benai dai 做 marka 影片，我们来看看由蔡玉洁姐妹她所整理的单于的你们在连的班我们一起来感同身受他们对爸爸的爱来纪念。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办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刻，你要勇敢的表达你对父亲或者是对这个节日的爱做的rasudan dayaw pai lupa tunanga muna zuma makanya kama maya sarukuya takudai na 时间也很短我们采访组的人很少kama na macao dai 做电脑dia kana machidilo Azangan, cuma cucu mereka 上班，所以我们以后会再提早如果下一